鴻運當頭啊！轉乾坤，祝個個都夢想成真。大家將呢個掌聲俾一俾我哋嘅小朋友，好嘛？人可以有成5萬幾人係嘛？可唔可以俾啲5萬幾人嘅掌聲嚟聽下先？哇！
會唔會有啲5萬嘅人嘅尖叫聲嚟聽聽先？獅子擺一塊百家天空牌，獅子搖頭祝個個都鴻運當頭啊！轉乾坤祝個個都夢想成真。掌聲拍得響黃金千萬樓啊！步步高升，祝各位心想事成。
A 友邦佳聯文同香港文德龍獅體會祝大家恭喜發財、心想事成、萬事勝意、大展鴻圖、事事順利。今日呢個大會叫乜嘢名？8個字，預備1、2、3。大家先，點解得幾百人講啊？喂，呢個5萬嘅係咪嚟啊？預備1、2、3。啊，好啦，咁啊，仲想睇片係咪各位？我俾啲熱情嚟聽下先，係咪啲獅子會聽到啊？有冇勁啲？有冇？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喺我哋聽日大年初4咧3點半喺大舞台呢個位置咧都會有同樣嘅精彩演出㗎。咁啊，所以想睇片嘅朋友聽日亦都可以買飛入場。如果冇買飛嘅朋友，亦都可以叫你個朋友買飛俾你入場睇㗎喎。聽日再見，拜拜。